上一個 blog 當我介紹太平朝早嘅美食嘅時候，有提到太平嘅酒窩麵嘅做法有少少嘅唔一樣。今日就將成個食譜同大家分享。今日嘅食譜會用到嘅係1 kg 嘅橙色番薯。如果你係用黃色嘅番薯嘅話，味道就唔會咁香啦。除此之外，我仲需要到500 gram 嘅荷蘭薯。呢次我會揀呢種嘅 potato，係因為佢嘅本身澱粉比較多啲，唔需要再打高芡嚟煮出嚟嘅湯底。為咗增加湯底嘅味道同埋顏色嘅鮮豔，你需要到2條嘅紅蘿蔔、3粒嘅番茄、2粒洋葱同埋2塊嘅雞精啦。如果你想熬下江魚仔湯或者雞湯嚟代替嘅話，都得嘅。將表面已經洗乾淨咗嘅荷蘭薯同埋番薯批皮，然後浸喺鹽水入邊，咁嘅方式就會防止佢變黑啦。然後將所有批好皮嘅荷蘭薯、番薯同埋紅蘿蔔，將佢切塊，唔使切到太細嘅。至於番茄嘅話，將佢切半就得噶啦，因為番茄比較容易煮得腍。就係咁樣，你酒窩麵嘅湯底嘅基本材料就準備好噶啦，可以放入一個煲入邊，然後加入2粒大洋葱切半，同埋8粒蒜頭。如果想再香啲嘅話，可以加到15粒蒜頭。最尾加入大概2 litre嘅 water， 或者倒個水冚嗰個菜就得啦。然後將佢煲過大概30分鐘左右。而家我哋就可以準備食酒窩麵嘅配料啦。將一嚿豆腐切成4塊，然後將豆腐入邊嘅水分用結晶豆咧將佢吸晒出嚟。如果得嘅話，用力撳少少，將入邊嘅水分盡量吸乾啲。然後喺油入邊加少少嘅鹽，唔單止可以提高油溫，將豆腐炸得比較脆啲。同一時間你炸出嚟嘅豆腐唔會咁淡，有少少嘅鹹香味。唔好等到豆腐炸到金黃色咗一面先嚟轉。好似咁樣，表面開始有少少黃，就可以翻轉去噶啦。你轉多幾轉嘅話，咁你豆腐煎出嚟先比較均勻嘅個顏色。將煎好嘅豆腐攤凍，然後切塊，咁就可以食噶啦。除咗豆腐，仲有一樣嘢需要先準備好，然後加入湯底入邊嘅就係辣椒醬啦。我呢度用嘅辣椒醬係比較簡單啲，係冇加豆豉或黑豉油或者辣椒嘅，所以煮出嚟嘅湯底顏色係會比較鮮豔啲。用些少油將個辣椒醬爆香佢，因為準備嘅份量都唔係好多，所以唔使炒好耐，只要佢爆香咗就可以啦。當所有嘅材料煮到腍晒，筷子可以篤得透嘅話，咁就可以熄火噶啦。然後用個 blender 將成煲嘅材料攪到滑滑，然後先可以開始調味。色水方面嘅話已經好靚嘅啦，帶住閃靚靚嘅橙色。加上呢一煲酒窩麵湯底，個味道係比較偏甜啲，帶住好香嘅番薯香味。而家可以調味啦，首先就放入你嘅辣椒醬啦，你要放幾多就睇個人嘅口味啦。如果想辣啲嘅話，就可以放多啲啦。然後加入你嘅雞精塊，趁個湯底仲熱嘅時候加入去，咁你先可以搞到佢混全嘅。我係用咗2塊雞精，如果想加多啲嘅話，咁就睇個人嘅口味啦。然後再加返大概1茶匙嘅鹽同埋少少嘅胡椒粉，將佢攪混全之後，然後再試下味，咁你就已經大功告成噶啦。味道方面係睇個人嘅口味嘅，你可以自己再 adjust 下。而家我哋可以整下嗰個蝦餅啦，煮做烏冬。首先將個蝦大概係300 gram 剝乾淨佢，隔開大概10幾條放喺一邊，到時我哋攞嚟做裝飾。然後將2條蘿蔔切絲炒夠1碗，咁就夠噶啦。需要到嘅小洋葱份量呢都係一樣，將佢切碎，然後炒夠1碗。至於蔥花嘅話就唔需要太多，大概半碗就夠噶啦。之後你仲需要到1碗嘅芽菜同埋少少嘅紅辣椒，大概係1條就夠噶。喺呢度我會用到 Gogi Tempura Flour， 大概係1碗左右，因為入邊已經有加咗梳打粉嘅。然後再加個1碗半嘅粘米粉，然後加少少鹽嚟調味，
再加1茶匙嘅黃薑粉，最後需要加入2粒雞蛋，然後加少少嘅水，開始將佢攪勻全。水嘅份量要逐啲加，唔可以一次加入去，因為到時你加咗你嘅蔬菜之後，你嘅蝦餅嘅粉漿分分鐘會變成好稀嘅。當你嘅粉漿搞到差唔多咁樣嘅狀況嘅時候，咁就可以加入你嘅蔬菜噶啦。你可以一次過冚唪唥全部倒晒入去，先嚟攪勻全。但係我本身呢，比較中意係逐個加入去，咁你每一樣嘢會搞到比較勻全啲，唔會有啲生粉谷喺一邊。到最尾先加入你嘅蝦同埋少少嘅辣椒，放一半入去就得噶啦。開始嘅時候，你又可能覺得個粉漿太結，需要加啲水，但係千祈唔好緊張去加水，因為過咗大概5分鐘之後，你成個粉漿就開始變稀噶啦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可以開始走我哋嘅蝦餅啦。首先將個殼浸喺熱油入邊，大概3至5分鐘，咁先唔會黐底。然後先將個材料滗入個殼入邊。最尾喺上邊加少少嘅辣椒裝飾，同埋2隻蝦仔，然後放入熱油入邊慢慢炒香佢。我呢個做法呢係比較厚啲嘅，如果要想薄啲嘅話，可以直頭將個料放入熱油入邊就得噶啦。因為佢係比較厚啲，所以你需要炒比較耐，但係千祈唔好用大火，如果唔係嘅話會燶嘅。好啦，今日嘅食譜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多謝大家入陪咗我成日啦，記得俾我少少嘅鼓勵 ，like 呢條片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。同時，如果有身邊有朋友中意煮菜嘅話，記得分享俾佢哋哦。